把水倒进可乐罐内，神奇的是，罐子竟然能协力。这群德光中学的高三生通过繁星后，来到东光国小教小学生来玩科学。只要装1/3的水，让它的支点在那个集中，然后呢，它就会平衡。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一个科学活动真的很棒啊！以后我一定还要再来参加。那我们就想到说，进位卡牌是可以带回去的东西。那旅观协力的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觉得很有趣。那想说这个东西也比较少见，所以带给他们一起看一看。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带动他们的情绪。或是用一些问题，或是有奖征答的方式。学生利用1个月的时间设计课程、讨论内容、制作简报、准备道具，不断思考如何让活动更流畅，和小朋友更好的互动。在小学生的一个天真活泼，又有很多的发想的思考力的时候，能够来引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课程去培养学生一个就是能够去探索研究这样的一个精神。距离毕业倒数2个月，学生可以放松，却选择到国小做社区服务，实属难得。除了数理班，语资班也以电影、韩团、动漫为主题，设计英语课程。前往崇学国小带活动，透过大手牵小手的方式，将所学回馈给社会，运用学校资源，让孩子沉浸在学习的乐趣中。记者收怀台南报道。